宣调，全地拢着对上帝出欢喜的声，唱歌学落伊的名，甲伊的荣光，用学落的话来希望伊的荣光。对着上帝讲，你的所做遐通惊，因为你的大权能，你的对敌要降服你，全地要敬拜你，吟诗学落你。要吟诗学落你的名，现在请咱备办好咱的心，咱要做三角的祈祷。慈悲的阿爸天父上帝，我感谢你，原本阮人类所犯的罪过，被上帝你已经起诉阮，就是因着最后所基督保护，成做挽回者，也甲变着上帝对阮人类的这个受记，因着最后所基督保护。来洗净阮的这个污秽，互阮搁一摆甲上帝和好，感谢你的大疼痛。但现在阮特别要来为着伫海地互歹人绑票的10首位美国的宣教师，其中有一位是加拿大籍的这个宣教师，甲随行的出来人来祈祷，因为绑票因的这个歹人要要求美国政府。就要支付17亿美金，因才要放人。然后这个宣教师，伊去海地是为着传福音，甲做宣教尔定，竟然维护着一款的规矩，讲由天父上帝来施恩怜悯。有这个歹人无去伤害着这个上帝国的宣教师，互上帝来掌权，拯救伊来脱离。歹人的这个迫害，最近阮的故乡台湾宜兰也发生了规模6.5级的这个强烈的这个地震，是否无传出人员的伤亡以及这个财产的这个损失？
总是也互这个百姓真惊吓，因为地动真频繁，国攻打国，这个拢是主要所要过来的这个调头，所以咱就爱坚信祈祷，听候主会再临。但今日我搁一摆透过 YouTube 网络的礼拜，以及这个实体的礼拜，要来敬拜你，佮个做你来灵敏院。我今仔日所有参与这个网络礼拜甲实体礼拜，乡亲兄弟因做伙用着心灵甲诚信来敬拜你，来服侍你，互主的名通得到荣耀，互我每一个人都将这上帝赐予的管道，现在可以求主大声的清洁罗卜的嘴，圣神来感受阮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，互我用一个蒙恩，一个主日，完诚心的感谢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咱做伙来听上帝的话，记载伫罗马人书第1章17节，因为伫福音的内面有显明上帝的义，对神到底神，照圣经所记载讲，义的人要对神来活。第2位的圣经节记载伫罗马人书第3章21节到26节。21节，当上帝已经甲咱指示，咱毋免靠律法，就会当甲伊建立和好的关系。律法甲先知嘛拢有为着这项代志做见证。甲上帝有和好的关系，是通过信耶稣基督。上帝予所有信的人，拢共款得到这个和好的关系，因为所有的人拢犯罪，只是袂当领受上帝的荣光，因为上帝无条件的恩赐。互人会当通过基督耶稣所完成的救赎，来得到甲上帝有和好的关系。上帝牺牲基督做赎罪的祭品，用伊的血，互信伊的人的罪得到赦免。上帝宽容人，无追究人过去所犯的罪。即马，上帝予所有信耶稣的人，甲伊有和好的关系，用安尼来显明伊的公义。这是上帝的话，既然读甲听遐个有言，佮遵守其中所记载的，拢是有福气，因为日期近啦。阿明。这条要来学咯。各位乡亲，各位时代，主内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台湾是咱的母亲，咱拢是对台湾来的，咱拢是食台湾米、啉台湾水大汉的。咱伫台湾这个都市底下来成长、读册、做代志、做兵。成家立业，甚至嫁囝娶新妇，做早起大厝。后来再移民来北美留学、上职、开创这个事业，过着这个移民的生活，才说今仔日的这个台美人。但咱的故乡美丽岛福摩萨是一个汉字形的这个孤岛，伊铺伫这个海面，东边是太平洋。西边是台湾海峡，第一面是这个巴士海峡，但四面拢是海洋，海洋甲咱包围起来。所以我即阵要来请大家兄弟姊妹，你来目睭放开开，
我要用到这个叫做海洋的这个鼓 ，Ocean Drum， 要来演出这个咱台湾的这个心声。我要用到这个原住民的呼声，来为着咱的台湾、咱的母亲，甲来祈祷。那么，伫这个《使徒行传》第4章24节有记载讲，因听见了，就当心合意的大声응述着讲：主啊，你是造天地海，甲其中万物的。所以，伫差不多50年前，我捌带着这个伫湾林的这个长老教会的这个青年。到伫即个大架溪边的即个原住民的即个部落，就是哈伦台长老教会，甲因联合来举办即个联合的退休会。所以，即个哈伦台教会就为着我伫即个大架溪顶面来起即个德光仔厝，就是即个草寮啊，要互阮来伫遐来欣赏一下。总是迄暗咧，忽然间有大雨。所以，这个大家溪水就涨起来，所以，阮就马上牵线到着这个溪边较悬的所在，有一个石头旁的这个边伫迄个所在来扎营。所以，这个青年就去捡这个大棵，这个树木，围伫这个中来甲伊点火。所以，大家拢围伫这个火堆的边伫遐来举办一场真特殊的这个。迎火晚会一直到通宵，一直到天光。所以当时这个哈罗台教会拄一个青年退伍的，叫做8万弟兄吼。这个8万弟兄伊就拿着吉他来弹出这个原住民这个俄罗的诗歌来教阮来吟。所以后来这个8万弟兄呢，伊伫这个宇宙光底下来侍奉一段时间。后来伫这个2006年。当这个宇宙光伫这个德州，伫这个 Houston 来举办一场这个马里逊宣告200周年的这个挂图的展览，所以竟然伫 Houston， 互我来拄到这个8万弟兄，所以阮两个真欢喜，阮就三个做伙，过来吟7首这个原住民这个俄罗的诗歌。那么伫这个原住民俄罗诗歌的后半段，我特别甲伊加入去这个平步调，这首这个真主上帝造天地，所以今仔日这个俄罗要用这首诗歌来甲咱做来俄罗提拔上帝，阿免。
간다 죽은다 이루가 따라가 죽음을 야바다 죽음을 버리고 야바다 아이라고 모습이 진주성대에서 기도해 왜 아프라고 이 땅 죄지지 땅이 시자만 믿고 온 거니 주의 건강 와보비 진규lem은 동면시 예수 하이 도와 값을 신신견발 병들 너 같아 거짓말이 이해한 우간다 이루가 돌아가 죽음을 야바다 죽음을 버리한 야바다 아이라도 없으니 아버지 보이 대한민국 간다 이루가 따라가 죽음을 야바다 죽음을 버리고 야바다 아이라고 모습이 진주성대에서 기도해 왜 아프라고 이 땅 죄지지 땅이 시자만 믿고 온 거니 주의 건강 와보비 진규lem은 동면시 예수 하이 도와 값을 신신견발 병들 너 같아 거짓말이 이해한 우간다 이루가 돌아가 죽음을 야바다 죽음을 버리한
各位乡亲、时大、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请问恁对这个陈振兴、陈振兴这个人，恁敢有印象吗？伊是这个30当前杀死这个白冰冰查某囝的凶手。这个陈振兴一世人拢是活伫这个惊吓、怨恨的中间。那么伊最后的这个案件是压着南非武馆的家伙。那么武馆的细汉查某囝，伊去跳落一张纸，画一张十字架，画一支十字架。伫这个十字架外面，佫画一个真大粒的这个心。然后伫下面写讲 ：“I love God， 我疼上帝。”那么这个细汉查某囡仔，虽然伫这个危险的中间，总是伊知影上帝疼伊，伊愿互伊有平安的心，伊拢无惊吓。所以当这个陈振兴投降的时阵，这个武馆的太太就甲伊揽伊，甲伊讲：无论将来发生什么款的代志，请你会记你这样代志，上帝是疼你的。迄是一个真特别的家庭，抱着这个宁可死，也要去疼这个对敌的这个心。所以不但就感动了这个陈振兴本人，到今仔日，犹原阁感动真侪人。那么大多数的人拢无相信这个陈振兴会伫这个监狱中来悔改，甚至基督徒有两种极端的看法。我就个姊妹讲吼，讲亲像这个陈振兴这款人吼，拢会当得救入天国，那么宁可我无爱去天国啊。所以求天父上帝来怜悯，减少这个姊妹的悔改。唔通照着伊家己的即句话来决定伊永恒的这个归宿。
有一个牧者去讲吼，讲单这天要枪杀以前才悔改信主，安尼我嘛要等到我等下我断开以前，我再来信耶稣。我不但会当享受这个世间的快乐，佫会当得救来进入天国。但是问题就是无人知影家己伫什么时阵会断开。万一啊，若赶袂上这个活命，这个买盲车，你后悔嘛来不及哦，来不及了。今仔日是10月31日，我要问恁吼，今仔日是啥物日子？检彩真侪人知影吼，今仔日是美国的这个，伫美国咧庆祝这个 Halloween， 即万圣节吼。却真侪人毋知影讲，今仔日是这个宗教改革纪念日。宗教的改革纪念日是今仔日呢？这场这个宗教改革，将这个罗马的天主教分做两边，一个是新的这个基督教的教派，对这就来产生。换一句话来讲吼，如果若是无这场的这个宗教改革，今仔日就无这个基督教，咱嘛无法度来直接来看这个视频，也是我伫教会来敬拜敬拜上帝。这个罗德马丁本来是天主教的这个修士，也是中世纪真重要这个神学家、甲神学的教授。伫1517年10月31日，伊将95条改革的这个教义，改订伫这个德国威登堡的这个教会这个大门，带来这个宗教改革。那么为什么伊会遮尔大胆，敢来做这件代志呢？哦，原来当伊伫这个修道院不断地敬虔侍奉的时，总是伫伊心中犹原有真侪遮个疑问。后来伫这个神学院咧教这个罗马书的时，有一摆，伊去读到罗马书第1章17节，讲因为上帝的义，拄伫这个福音顶显明出来，这个义是本伫神，地教伫神。就像圣经所记载讲，义人要因为神来得胜。伊一直在想这节圣经节，伊咧想讲吼，工就是上帝，哪有可能上时有阻碍，抑阁有这个公义呢？圣经中明明记载讲，义人要因为神来得胜，得着胜。所强调的是神，就是天主教会所强调的是这个教规甲行为。为什么这甲圣经所记载那会无共款呢？所以伊咧想讲吼，如果信仰那只有伫这个表面上遵守律法、教规、行好、赎罪甲修道，安尼时就会当得救嘛。所以罗德马丁伫默想的中间，突然间对信仰有一个新的理解。伊讲吼，以前我读到上帝的义，就那就去读到铁棒。我认为上帝要照着这个义来行不义的人，听后我想通因信称义真理的时阵，才知影讲，哦，原来上帝公义是一个灵敏的这个礼物。人只要相信主耶稣基督，伊就通得到这个礼物。那当时的人认为天国的锁匙是落伫这个天主教的教会的手中。一个人若要进入天堂以前，大先都爱洗清伊生前所犯的这个罪孽。除此以外，天主教教会为着要募款来起造这个圣彼得大教堂，所以就发行这个下罪书，这个就是下罪券。有买这个下罪书的人，就当将家己也是已经过往的人的罪，拢总赦免去。所以当时的人上惊的就是伫死后，伫这个炼狱中的这个刑罚，因也相信，若是买到这个赎罪券，就当进入天堂。所以赎罪券的买卖，就鼓励了伫罪恶中的人，毋去思想基督的这个十字架，嘛毋去祈求上帝赦免。所以这个罗德马丁就提出这个唯独恩典。唯独恩典甲因信称义，伊坚持唯独信靠上帝恩典，只要相信你，就通互上帝来称做义。
罗德马丁认为，人甲上帝沟通的方式，只有是透过上帝的话，就是圣经。所以，伊主张圣经就是绝对权威的，人人拢通自由去读圣经，直接对上帝领受到话语，通得到这个拯救的应允。伊嘛主张讲，信徒该祭司，好任教皇就是基督伫世界的代表，人人拢通直接来到上帝面前，上帝来献祭，甲祈祷。罗德马丁将这个因信称义分做3个重点，这真要紧，咱做来学习。头一个，称义是出自上帝的主权，称义是出自上帝主动的。那么，称义是上帝主动的工作，是上帝白白恩典，人完全是被动的。亲像一只家母用伊的食果去压砍4只鸡仔囝。家母是主动的，4只鸡仔囝是完全是被动的。家母用这个食果来压砍4只鸡仔的动作，对这个4只鸡仔囝来讲，是出自家母的这恩典，是出自家母的疼。伫这个创世纪，亚当夏娃犯罪了后，上帝主动做披衫，互亚当甲夏娃来穿来换，来压砍因赤身裸体的这个见效。这个就是表明有表，上帝因果主耶稣基督为着人类罪恶牺牲性命，是出自上帝主动的恩典和疼。第二项，这个义是对外面来的，毋是本来就有。罗马人书第3章22节讲，就是上帝的义，因信耶稣基督，加互一切相信的人，并无有分别。咱罪人本来是一个无上帝义呢，是上帝对外面加互咱的。这个义要如何加互咱呢？有2个条件。头一个条件就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受死甲过活。第二个条件就是借着咱的信心，有这2个条件，咱就通来披上这个主耶稣基督这个公义的这个外袍。那么这个外袍，惹着咱赤身裸体，惹看着咱一切失败软正，伫互上帝面前通称做义。第三，是这个宣告的义。那么这个宣告的义是种法庭上的这个宣告，这是地位上这个转变。上帝伫法庭顶宣告咱是无搁再是罪人，是伊的囝儿查某囝。称义毋是一个人渐渐变好的这个过程，也毋是一个人被冤枉有罪，后来查出伊是无罪的。称义是一个有罪的人，本来应该要受刑罚，但是忽然间法官宣布讲伊无罪，通得到自由，因为已经有人来替来受刑罚。那么这个人就是主耶稣基督。所以罗德马丁讲，因信称义，就是主耶稣基督甲信徒中间一个美妙的这个交换，或者是讲神圣的这个交换，就是主耶稣基督将伊的义收索信徒，信徒的罪就转对耶稣基督的身躯。这个是地位的改变，并不是本性的改变。伫这个4本福音书拢有记载，巴拉巴这个人就是一个美妙交换这个真好的例。当主耶稣受掠送到这个官府的时，伫彼拉多面前受审判的时阵，是伫这个搬过节的这个节期。按照因的规定，伫这个节期，犹太人通要求官府讨绑一个犯人互因。那么，当这个彼拉多查不出主耶稣有什么通款的这个罪过的时，伊想要讨绑主耶稣。不过呢，犹太人受到这个祭司长的这个骚弄，要求讨绑杀人放火作乱的这个巴拉巴，要求主耶稣要求彼拉多来判耶稣死刑。
彼得都无多改变正人，所以伊就照因的要求，将这个无罪主耶稣基督钉伫十字架，去偷放有罪这个巴拉巴的自由。伫几分钟前，巴拉巴还佫伫这个监狱内面，伊的骹手有铁链来甲伊捆绑。伊知影伊的命运结局是啥物？就是要用伊的命来赔命，这是法律的要求。所以当伊听到隔壁牢房两个犯人，互这个罗马兵拖出去的这个声音，无错，这两个人就是判死刑的。时间已经到了，伊感觉到死亡真接近伊，伊咧听候死亡来弄伊的门。忽然间，有两个罗马兵举锁匙来开伊的这个监狱的门。巴拿巴知影讲啊，是轮到伊咯，所以伊安尼真惊吓，差不多是全身身躯拢无气力，徛袂起来。总是无想到，迄两个士兵拍开铁门，竟然将巴拿巴的双手甲骹的这个铁链甲伊偷开，对伊讲：你通离开遮，因为你自由了。这个巴拿巴听者眼红眼讲：哈，什么？伊毋敢相信家己所听到的话，因要爱拿撒勒人耶稣的性命，你通离开这个所在去吧。一分钟了后，巴拿巴就行到这个监狱的外面，去嗅着这个自由的空气。伊看到一群人围起城外这个各个他的进前，伊嘛真好奇，这个主要说是什么款的人呢？为什么伊拄好互人领来代替我呢？伫这个野史的中间，有即款的传说，讲巴拿巴参杂伫人群的中间，来到这个各个他，经过人群徛伫一个真好的所在，通看到十字架顶面的这个死刑犯。伊看到几个士兵伫主要所十字架下面，伫念口，伫奔伊的来跑。边仔的祭司长嘛得意洋洋咧偷笑，伫庆祝因的计划得要成功了。有人在踢笑拿撒勒人主要所讲：你若是基督，你有本事就对十字架跳落来嘛。巴拿巴注目着主要所的两边，迄两个担定伫十字架这个强度，伫痛苦、伫化险，伊认捌出来，这两个人就是捌甲伊同党的这个同伴。那么中这支十字架呢，本来是爱锁定的是我巴拿巴呢。巴拿巴注目到主要说，孤单挂伫这天地之间，虽然真痛苦，总是主要说的面貌，犹原充满着慈悲甲怜悯。忽然间，伊替我死，这句话不断伫伊的脑海内底伫出现。伊家己嘛感觉真奇怪呢。早前杀人未密目的这个铁汉，这个时阵竟然无法来控制伊目屎四点水，天忽然间变黑暗，乌云遮盖全地。巴拿巴听到主要说，大声发喊讲：“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为什么来气杀我？”忽然间地大震动，主要说大声发讲：“成了！”就断开。所以突然讲，后来巴拿巴接做一个基督徒，伊知影伊的手本来就应该钉伫十字架顶的呢，伊知影伊的骹本来是应该爱互这个罗马兵来讲断的呢，就是为伊报答主要所有方法，就是用伊的经历来传扬主要所有福音。巴拿巴的信息真简单，只有8个字：伊替我死，我替伊活。伊替我死。我替伊话这8字来听，接下来就兄弟，巴拿巴就是代表咱每一个人。嘛感觉到巴拿巴这个8字，伊替我死，我替伊活。今仔日也要激励着咱，互上帝称做伊的人，单单为了主来活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拢着爱去传用这个伊替咱死。咱替我这个福音，阿免。这条要来吟回应的诗歌，
亲像一只船。像一只船，岸中浮浮沉沉，找找石光的天堂。我满心惊惊，茫茫带无影，在顶头原来就是你。亲像一只船，岸中风无停，找找摇滚的感觉。我无依无我，乱中无来行，才感觉原来伫你遐。找来找去找无影，伫你茫茫苦海好歹行。等来等去等无听，不知你要听小卡我听。像一只船，雨中漂流无停，找摇滚的感觉。你出声叫我，我越倒转看，才感觉原来伫你遐。像一只船，岸中浮浮沉沉，找找石光的天堂。我满心惊惊，茫茫带无影，在顶头原来就是你。亲像一只船，雨中漂流无停，找找摇滚的感觉。无依无我，远足无难行，才感觉原来伫你遐。找来找去找无影，伫你茫茫苦海无歹行。等来等去等无听，不知你要听小卡我听。像一只船，雨中漂流无停，找找摇滚的感觉。你出声叫我，我越倒转看，才感觉原来伫你遐。像一只船，岸中浮浮沉沉，找找石光的天堂。我满心惊惊，茫茫带无影，在顶头原来就是你。亲像一只船，岸中风无停，找找摇滚的感觉。我无依无我，远中无来行，感觉原来伫你遐。找来找去找无影，伫你茫茫苦海好歹行。等来等去等无听，不知你要听小卡我听。像一只船，雨中漂流无停，找摇滚的感觉。你出声叫我，我越倒转看，才感觉原来。
风风刮无影，在顶头原来就是你。亲像一只船，雨中漂流无定，走出阮的感怀。我无依无我，愿做无难行，才感觉原来你遐。做来做去做无影，你茫茫苦海无歹行。等来等去等无听，不知你会听着哪款听？像一只船，风中漂流无定，找找有阮的感觉。你出声叫我，我倒转看，才感觉原来是你遐。像一只船，我中浮浮沉沉，找找就光日天堂。我满心惊惊，风风带无影，顶头原来就是你。亲像一只船，风中风无停，找找有阮的感觉。我无依无我，愿用无来行，感觉原来你遐。做来做去做无影，日茫茫苦海无歹行。等来等去等无听，不知你会听着哪款听？像一只船，雨中漂流无定，找有阮的感觉。你出声叫我，我愿倒转看，才感觉原来是你遐。像一只船，我中浮浮沉沉，找找就光日天堂。我满心惊惊，风风带无影，在顶头原来就是你。亲像一只船，雨中漂流无定，找找有阮的感觉。我无依无我，愿做无难行，感觉原来是你遐。做来做去做无影，日茫茫苦海无歹行。等来等去等无听，不知你会听着哪款听？像一只船，雨中漂流无定，找找有阮的感觉。你出声叫我，我愿倒转看，才感觉原来是你遐。将这粒阿头当心三甲来祈祷。亲爱的阿爸，爸上帝，我感谢你，
今日我对新约圣经罗马人书第1章第17节，以及罗马人书第3章20到26节，我们做来思想因信称义。对今仔日的信息中间，互我知影，罗马马丁将因信称义分做3个重点。头一个就是称做义是出对上帝主权。第二，这个义是外来的，不是阮本来就有的。第三，宣告的义，这是一种法定顶悬的这个宣告，这是地位顶悬的这个转变。老丁马丁讲，因信称义就是主耶稣基督甲信徒中间有一个美妙的这个交换，或者是神圣的这个交换。就是主耶稣基督将伊的义赏赐予信徒，信徒的罪转予主耶稣基督，这个是地位的改变，却不是本性的改变。伫这4本福音书拢有记载，巴拿巴这个人，伊就是一个美妙交换实在的。但巴拿巴就是代表咱每一个人。毋通感到巴拿巴的8个字，伊替我死，我要替伊活。今日会激励着咱，才会互上帝称作义的人，单单为了主来活。所以无论伫得时甲不得时，拢着爱传扬伊替咱死，咱替伊活这个福音。所以伫这个末后的日子内面，咱要搁较敬信祈祷。来宣扬天国的福音，并且准备好家己来听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日子。凡同心的祈祷，感谢拢是倚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。阿门。但这条罗牧师要甲恁祝祷吼，愿天父上帝的慈爱甲怜悯。主耶稣基督恩典、圣神保守的感动、甲交通、甲亲爱的兄弟同在，伫教见做面迄日，奉爸囝圣神的名，阿免。亲爱乡亲、时大兄弟，但今日的这个实体礼拜以及这个网络礼拜，到这就过一段落。咱希望后回同一个时间伫教会伫空中来相见，愿上帝赐福保护你，合家平安，万事如意。再会，拜拜。愿恁平安。恁着去照万变是最好事，甲伊行随来归遍上帝，着甲因遵守主的命，普天的传福音救灵魂，愿恁平安，愿恁平安，愿耶和华予伊的名光照你，愿恁。愿恁平安，愿被上帝欢喜的名看你。恁着去照万百姓做孝心，甲伊行随来归遍上帝，着甲因遵守主的命，普天的传福音救灵魂。阿罗哈哦，阿罗哈哦，我命我予伊的名光照你。阿罗哈哦，阿罗哈哦，我背后地欢喜的名看你。